預測香港2026年嘅經濟。香港咧始終都擁有呢個天時地利人和嘅條件，可惜咧佢國際貿易格局咧已經失去咗啦。你睇下好多咧企業咧已經離開咗，咁所以咧佢中介人嘅角色咧係嚴重受影響㗎。所以咧佢係失咗呢個地利嘅優勢。如果咧想揾大錢嘅話咧，咁你可以向外發展，衝出香港。我嘅計過咧，大約11月左右咧，英國咧就會咧幫助到香港嘅經濟咧會逐步舒緩。大家咧可以咧多啲留意英國嘅動向，捕捉呢一個機會。國際方面咧，中日之間咧，佢哋只係喺度言語上面咧摩拳擦掌嘅啫，佢哋唔會喐手嘅，所以唔使擔心咧戰爭會影響到香港人嘅安全。經濟嘅話咧就要睇以下呢7點啦。第一咧就恒生指數個波幅咧都係咁上下嘅啫，但係咧期待9月嘅升勢。第二就係樓市啦，佢會慢慢向上升嘅。最近嘅話咧就係2月同埋3月，好好把握呢個機會。黃金嘅金價咧已經去到頂位㗎啦，要再上嘅話咧就睇2月同埋3月。金融行業咧都係默默耕耘咧係有得做嘅，睇下留意9月同10月咧有冇一啲好消息。5就虛擬貨幣，今年咧佢都係大上大落㗎，咁咧呢一個咧真係好考你嘅運氣同埋眼光啦。第6咧就香港旅遊業，訪港嘅旅客嘅數字咧今年都唔可以突破，即係講緊香港嘅吸引力咧都係未夠，所以我哋要加油。第7行業嘅興衰咧，我就睇好呢個 AI 電競同埋新能源嘅。面臨挑戰嘅行業咧，就有零售業同埋飲食業，始終咧都係弱勢，就係極度需要咧轉型求存。以上嘅規劃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，2026年順勢規劃，萬馬奔騰，一帆風順。